我呢個收你啦，大500，我問是小家庭的，啊你賣300，一定愛，這個我講300少錢，300少錢，買攏有啊，有啊，來好，我看下，奇怪了，我國的老闆咧。哦，你留紅條的，拄只留紅條的人客。紅條，你這樣你來啊，我訂你，你手較大。啊，你這樣那個？車站。到誰去？什麼？車站。車站呀！我講正經的啦，3隻1000咯，有水無？哎，我優待較加收了哩，1000。這一隻外口400塊的物件，我甲你講真的。這個這鮮度。來好啦，500塊啦。